日本首相石破茂就任了后第一摆访问美国，切次甲美国总统 Trump 伫咧白宫举行元首的高峰会，双方透过联合声明反对中国对南海、东海各有台湾海峡的军事行动，而且搁一摆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同时是达成济经济贸易的共识。日本首相石破茂切次去甲白宫，甲美国总统川普会谈。这是石破茂2024年10月份就任以来头一届访问美国，嘛是川普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见面了后，第二届伫咧白宫接见外国的元首。石破茂伫会谈当中宣布增加对美国的投資，包括風電甲50輛汽車拢會去美國設廠。我が日本国は国に対する投資はこの5年間連続して世界一位であります。これもこれから先もっと伸ばしていきたいと考えております。川普甲石破茂短时间见面了后，就随举行联合记者会，发表双方会谈的内容。川普讲，日本对美国的投资，包括一条10亿美金的军售，透过这点来保证对日本国家安全的承诺。针对已经纷扰真久的日本钢铁收购美国钢铁公司的交易案，川普讲，变故会改做是投资的方式。U.S. Steel is a very important company to us. It was the greatest company in the world for 15 years, many years ago, 80 years ago. And we didn't want to see that leave, and it wouldn't actually leave. 在区域安全的部分，双方的联合声明除了反对中国在东海甲南海的武力扩大，嘛讲到对北韩核武的关注。在经贸的问题，川普希望解决美国甲日本贸易的逆差，未来需要制定双边互惠的关税政策。川普最近甲各国起关税的代志。记者问讲，美国若是甲日本加扣关税，日本爱安怎来应用？石破茂敢若讲，假设性的问题无要回答。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